谢谢平安。这时，咱来请总男来为咱来点蜡烛。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承认四道圣经，这是咱做来纪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对宾纳倒入来受苦，第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主耶稣真疼咱，真疼你，真疼我，真疼咱每一位今仔信伊的人。主耶稣拢真疼伊，因为他是光明之子。伊疼咱，伊为咱来受死，伊为着咱来罪来洗净。伊疼咱。伊嘛甲咱惜命命，伊甲咱三角同行。当有伊伫咱的身边的时阵，咱就免受一切惊吓。咱做来吟这首耶稣听我知命。主耶稣听我。
制止。伊嘛是咱黑暗中的光。伊讲，囡仔背重担来到伊面前的，要来得到安息，因为伊的担是轻的，伊要将忧伤来变做喜乐，要将心内的惊吓来赶走，成做有快乐的勇士。因为伊是咱唯一的仰望，咱只用欢喜来吟这首永恒唯一的盼望。经营要归去，永光的上帝，尊贵的上帝，尊贵的主，阿门。
踏上十字架的路是幸福的。咱顶礼拜咱有受洗兄弟，我想伊的心中就充满着喜乐，感谢主。咱知影踏上十字架的路，咱的心永远不会后悔，因为有喜乐与我们同在，因为有平安与我们同在，因为再怎么困难的话，主都跟我们同行，主会跟我们一直到最后落尾。咱的圣经甲咱讲，保守咱的心是超过一切，保守咱的心是超过一切。咱的细囝有上帝的引带，伊到落尾到老，伊嘛是袂歪带。咱做来学了一首我所让烟花蕊来唱。踏上十字架的道路。
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到喜乐。主，我们知道，因为喜乐是从你来的。主，我们知道爱是从你来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服侍，是我们一点一点累积上来的，在你面前能够站在这个上面来做服侍。主，我们让我们的心都是很虔诚、很谦卑的摆在你面前。主，让我们的生命这是柔软的心，能让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谢谢你。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软弱的时候，主啊，但是我们透过百般的试炼，那将会成为很大很大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是喜乐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吸收到很多养分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壮、有力量、有力气，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让我们能够应对很多很多问题，都是从神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献上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每个心摆在你面前，愿你来接纳，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这时是咱讲道的时间，咱特别为着咱的家己有感觉，咱需要甲上帝认罪，咱会当甲上帝求讨，求上帝赦免咱。咱嘛为着咱心灵造就，咱来读圣经、祈祷，咱有经过着咱生命的经历，咱知影咱有时咱无信心无够，咱袂当来为这个事来祈祷。咱嘛为着咱服侍同工来祈祷，为着青少年因造就儿童伫因的信用顶面，以及因的品格顶面，咱嘛为因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真感谢主，虽然伫当时咱要去建堂的时阵，有足侪声感觉咱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上帝来成就这个事，咱嘛为着咱还款来感谢来祈祷。咱嘛为着咱身体软弱兄弟姊妹，因袂当来甲咱和咱做伙三角来敬拜，咱这时咱的心嘛笑脸因来为因来祈祷，请咱开嘴来祈祷。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愿三角组织伫你的圣所，阮喜爱听对你来的道理，你的阳光透放阮身心灵无好的捆绑，你祝福阮，祝福阮的家庭，祝福阮的教会，祝福阮的国家，祝福你所创造的世界。你是听，阮的手歌俄罗你，阮要听你的呼召。要鼓励去分享你的听，阮安尼感谢俄勒，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启应文第7篇，三甲来启应。天宣布上帝的荣耀，永生传荣以颜色为。即日对迄个讲话，今年对迄个传播意见，无言无语，无声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因的意思传到天边海角。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报备，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
亲像选手勇勇行伊的路程，对天的即边出来，射到迄边。入去土与万里，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理性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诫命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教示纯洁。互人的同手共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比纯的红日通较低，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主带领像大宝箱，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由你下面我无你中犯的过失。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通用阮罪恶管辖我，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的，我会求上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这时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的诗歌是进入我心。
阳光拢跪伫天顶的阿爸爸。即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通知第1点，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点到的第2期知识的蜡烛是上顶备办甲信心，着有被主的路，用生命的好品行，榜样传扬主救人福音的好消息。第2点，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感谢杨牧师代表请安敬德，请为神学院培育未来传道人关心代祷甲奉献。今仔日牧师全家前往台中参加独行教会陈牧师跟林牧师就任第10任牧师感恩礼拜。顺说是为着咱顺说接受台中中会所属教会，会使同意咱建堂募款的事宜，请关心甲代祷。第4点，下主日12月15号下晡1点，伫教会1楼的副堂要召开12月21日列学的圣诞市集事工细节说明会哦，请兄弟踊跃参加甲了解。另外，请市集的音乐组同工，在我们讨论完之后，要来做一个总彩排。然后我们12月21礼拜六的圣诞联合市集，举办的时间是1点半到5点哦，咱有小可提早1点仔，因为即摆日头有较短淡薄啊，所以咱有提早1点仔，是1点半开始到5点。以上报告，奉献的部分若是有错误的，请来咱会计部来更正。本周的金句，咱三家来读。伊应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章27节。刷落来，我要来读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伫25到37节。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知起来试伊，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耶稣对伊讲：伫律法有记啥物？你读了怎样？伊应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所用的是着行即个就会活。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着，就对耶稣讲：实水是我的厝边。耶稣应伊讲。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贼bắt伊的衣裳，甲伊拍伊到半死，囥落个，做伊去。侧口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看见伊就闪对迄边过去。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看着游园对迄边过去，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对遐过，看见就怜悯伊。我用手停伫伊的伤的所在，甲伊包地，对将家己的精神互伊行，带伊到客店来
照顾伊。过你摕阮仔两个，互店主讲，着照顾即人，所费若较加，我倒转来才行哩。即3人中，你拍算倒落一个做拄着插迄人的厝边？伊讲，林敏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只是请咱你着没有了。好，只是请咱小朋友来用华语来读一遍。”大家好，我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0章27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人正如同自己。”这是写小朋友甲成人。来，小朋友，青年，小朋友们来，站这边，牧师为你们祷告，感谢神。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将这古水的细囝，成年赏赐伫阮的家庭，也赏赐伫阮的教会。互这细囝逐礼拜来到伫教会参加主日学，通过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互这细囝对细汉通认捌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互因一世人行伫主你的正路，无偏左，无偏右。愿恳求天父，找你的天使来照顾保护这个细囝，互因伫父母疼心的栽培教育的下面，通平安长大成人。恳求上帝加添因的信心，甲参明智慧，互这个细囝成做上帝甲正人愈来愈欢喜因。愿主赐福这个主日老师，伫因从事主日的教育的时，会通尽上帝所予因的恩赐，来尽力温群调磨教导这个细囝。愿你纪念这个主日老师伫主的圣工的调磨，愿将这个细囝恭敬交托给上帝，愿上帝的平安、你的恩典，甲因三角同在，陪伴因长大成人，无论伫教会、伫学校的教育，拢通得到上帝你的赐福满满。愿安尼祈祷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就动了慈心”。路加福音书第10章27节，你着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三角的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照顾保守阮每一个兄弟，一礼拜久得到平安。伫这个圣的主日，互阮通放下阮一切牵绊，来到伫你神圣佮威严的座前来敬拜服侍你。阮伫你的面前发现，阮是何等的污秽甲重罪，求主的保护，搁一摆遮看洗清阮拢总的污秽，互阮伫你的面前用清气、用纯洁、
用敬虔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阮感谢你，通过敬拜俄罗团的兄弟以及圣歌队，带阮吟俄罗的诗歌，带阮来敬拜上帝，俄罗至高的上帝。愿上帝赐福纪念因伫主的圣工的朝末，互因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喜乐，哪服侍哪有活力。求上帝赐福阮大桥教会，受设立伫这所在，会通宣扬你福音，高举你的事业。阮的教会抑阁有欠缺，有债务。都是阮深信你是大权能、大保护的上帝，你要帮助阮，互阮会通紧紧来解决这债务。上帝赐福阮大桥教会，互阮每一位长袖兄弟常常往圣殿来会热。伫这抬杠节期间，恳求天父清去阮每一个人的内心所有污秽，互阮的内心有空位，通陪伴领旨这位圣诞的主耶稣基督进入阮的心内，诚做阮的主，诚做阮的王，来掌管阮每一个人的生命。阮也少年，阮的牧师全家因有出外到伫台中的所在，恳求上帝保守，互因出入拢有上帝你的看顾保护，拢得到平安。恳求天父也照顾这身体欠的兄弟，互因的身体通得到你的医治，早一日恢复健康，到伫圣殿来敬拜你。有心神艰苦心的，也是离开你远的兄弟，愿你安慰的灵、叫醒的灵，甲因三个同在。因为阮若离开你，阮袂通做什么；阮若找着上帝，就找着活命。那一即个时，阮安静伫你的面前，要做伙来思考圣经活命的教示。求上帝的灵伫阮的中间，做阮的先生，亲自来教示阮。也求你的话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来丰盛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主耶稣也求你圣白你卑微落魄的嘴唇，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北部阳明山的这个台湾圣爱院的纪念主日，所以我真欢喜会通受派到伫咱的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3间圣爱院，北部就是伫阳明山的所在，迄个台湾圣爱院，过来就是咱台南。即个台南圣爱院，搁伫花莲鲤鱼潭的所在有玉山圣爱院，玉山圣爱院是咧栽培遮个原住民，遮个传教者，即个北部的台湾圣爱院，甲咱台南圣爱院，拢是咧培养栽培在平地的传教者，请咱特别爱关心。这个圣爱院的教育，虽然咱袂通献咱的囝去读圣爱院，总是至少咱伫祈祷中间会通为着这个圣爱院来祈祷，也用金钱来支持，来互这个圣爱院的事工的进展方面，拢会通得到平坦顺遂。最近这几年来，去读圣爱院的学生愈来愈少，教会声称传道书的教会也愈来愈少，总是
毕业学生有可能20个，台湾圣爱甲台南圣可能20个尔，毋过教会只有15间请，5个无底派。无底派就爱讲，恁5个家己去找，找阮就是总会甲你派去安尼。甲我以前40几年前读圣爱的时，阮毕业大概有40个、50个毕业的传道师。教会差不多有70间来请，阮差不多逐个拢会当受派。就是即马即个情形实在是互咱真担忧所以请咱特别伫即个圣学院纪念主日的时阵，通过咱的祈祷，咱的奉献通支持即个台湾圣学院。今早起我要甲咱来思考一个题目，就是通过咱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0章25节到37节的经文，来甲咱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动了诛心，动了诛心。即个动了诛心啦，伫圣经是讲林敏义啦，林敏义。这是我特别爱即个现代译文的翻译，就是动了诛心，动了诛心，来帮助即个受伤的人。咱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0章25节到37节，这是咱足熟的经文。这是耶稣基督所讲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圣经伫遮咧记载，当耶稣咧教示众人的时阵，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就起来问耶稣。圣经特别讲啥？试耶稣啦。意思就讲通过耶稣的回答中间找空芳，要来告耶稣。这个教律法的先生问耶稣讲：“我着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活？我着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活？我相信这个问题，毋是这个教律法先生心内问题，也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问题。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咧想，我着怎样做才会通承接天堂永远的活命？虽然这个教律法先生咧问耶稣讲：“我着做做才通承接永远的活命。”耶稣无直接回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干那问伊讲：“你是教律法的先生？圣经讲啥？律法的先生有记载啥？”所以这个教律法先生就应讲：“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节的圣经在伫这现代译文的圣经是翻译做讲，你着用全部的心智，是的，全部的感情，全部的快乐，全部的理智，来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所回答的是对，行即个就会通得到永活。”这段圣经咧启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就是爱伫咱现今的生命中、咱的生活中，爱会晓掠听上帝做第一。爱会晓听厝边亲像家己做第二，这是上帝所颁予咱世间人一个上大的诫命。所以这个诫命是对旧约的生命记一直连贯到伫新约的圣经。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因为听厝边亲像家己，
这是在延续咱听上帝的信仰的使命。所以听上帝，听主必知道家己，这是上帝所颁予咱上重要的诫命，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信仰生活的顶面的基础。上基础的、上基本的，你着会晓听上帝、听主边知道家己。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咱现在的生命中、咱的生活中，咱着会记得听上帝、听主边知道家己。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一生的中间，着爱努力的一个目标。安尼做，咱才会通承接上帝国的福气甲活命。这个教儒的先生，有着要显明讲我家己是对，我做有理的，所以就问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什么人是我的厝边？所以耶稣基督就直接讲起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耶稣讲有一个人，这个人咧指犹太人，伊对这个耶路撒冷要落去耶利哥。圣经学者会研究讲，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这条路是啥？真危险、真歹行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啦。所以这条路真做真济强盗、卖福、抢劫的所在。所以这个犹太人行这条路，都要拄着这个强盗，甲伊抢劫。把伊的衣裳，甲伊拍到半死，然后甲伊放迄地，做去。迄个受伤的犹太人住路边，遐哀惨。无偌久，有一个祭司行路对遐过，看到这个受伤的犹太人。有看当作无看，就安怎闪对边仔去。无偌久，阁有一个利未人也行路对遐过，看到这个受伤的犹太人，有看当作无看，嘛是闪对边仔去。后来有一个外族的撒玛利亚人。伊行路对遐过，看到这个受伤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受伤的犹太人会穿就怜悯伊，所以落来用酒停伫伊的伤痕，来洗伊的伤痕，甲伊消毒，然后包伊的伤，搁精神互伊徛，带伊去底。客店休困，隔日起来，摕银仔互店主，请你照顾即人，所费若较低，我倒转来才还你。耶稣问迄个教儒的先生讲：这是利未人，佮即个撒玛利亚人，这三个人。对一个，才是迄个拄着贼的人的厝边。这个教儒的先生，因讲怜悯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两位兄弟，白变三个人。一个是祭司，一个利未人，一个外族的撒玛利亚人，
白白真3个人看到即个受伤的犹太人的时阵，祭司头一个祭司，祭司若照圣经所记载，伊是一个受派担任负责犹太人敬拜上帝、献祭予上帝迄个主持人啊。讲祭司，伊的工作就是爱负责迄个犹太人要献祭予上帝，伊爱犹太人家己袂当随随便便献祭予上帝，爱通过祭司啦。所以祭司就是叫做人甲上帝的中保呢。这个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是专门咧主持犹太人敬拜上帝、献祭予上帝的仪式的一个上主要的人，嘛是专门咧教导犹太人，讲恁伫一生的中间，都爱晓听上帝，爱听主编，亲像家己的人。第二种人，利未人，利未人是啥？是咧帮赞祭司，协助祭司来做敬拜上帝的仪式，来做献祭予上帝的仪式的人。安尼换句话来讲，祭司、利未人，因是圣殿中伫负责迄个圣殿的崇拜，伫负责犹太人献祭予上帝迄个非常重要的人，嘛是专门伫教导以色列百姓，讲恁得爱会晓听上帝、听主编，亲像家己的人。那会用今仔日的话来讲，伫圣殿中喊上大声，讲恁得爱听上帝、爱听主编，亲像家己的人啦。总是即款人看到迄个受伤的犹太人，拄着插，甲伊拍到半死，伫遐哀惨的时阵，因当作安那？有看当作无看啦。第三种，即个外族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原本嘛是啥？犹太人啦。因白白受掠，去到伫外邦做人奴才。当这犹太人受掠到伫外邦做人奴才的时阵，外邦的君王鼓励犹太人讲：你着爱认同即马徛起的巴比伦，你着爱甲阮巴比伦人安怎通婚啦，结婚，会当认同阮巴比伦。所以有一部分的犹太人，甲巴比伦人，甲这外族的人安怎结婚？所以结婚了后，因的血统就无毋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当因有一日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伫中间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人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起因，讲恁这是安怎无正统的犹太人，你是甲外邦人通婚的，所以拢甲因看做因啥无清气，甲因排斥，犹太人排斥这个撒玛利亚人，甲因看紧，甲因礼骂，甲因咒诅。总是即个平常时啊，互犹太人甲伊看紧、咒诅、礼骂的即个撒玛利亚人，看到即个受伤的犹太人的时阵，就怜悯伊，落来帮赞伊，带伊去客店休困。隔日，搁摕钱交代店主，请店主甲伊照顾，所费若较加，倒转来伊才要还伊。圣经伫遮讲，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过就怜悯伊。现代译文的圣经翻译了真好，伊翻译讲，独独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过，看见伊就动了自心，动了自心。怜悯、同情，有安尼有上帝的迄款的疼心，总是这个自心是包含什么？包含怜悯，包含同情，包含疼心，包含慈悲的心。所以我比较较爱用即句讲动了自心。咱看到软弱的人，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咱会动了自心，迄个慈悲的心要来帮助伊。即句动了自心，就是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中间迄个中心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嘛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教示。因为慈悲、怜悯、疼心，这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伫出埃及记咧记载，上帝会展开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工作，是安怎？就是因为上帝有看见伊的百姓以色列伫埃及做人奴才迄个款的困苦的情景，上帝有看见。上帝嘛有听见这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人奴才迄款的哀惨的声音，迄款的情景、嚎叫的声音，上帝有听见。上帝嘛知影，这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人奴才迄款的痛苦、迄款的凄惨，上帝拢知影。所以上帝动了自心。就差遣摩西倒转去埃及，来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进入迄个老冷甲老密的迦南地。上帝动了自心，上帝看见咱今仔日现今的世间人沉亡伫迄个罪恶中，上帝就动了自心。找伊的独生囝，咱的主耶稣基督，临到世间来，为着咱的罪来拍破肉体，流出宝血，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主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只有耶稣基督有对世高我，显明伊真正是上帝的囝，要互囝仔信靠伊的人袂沉亡。反倒要得到永永远远的活命。所以咱若看路加福音书第9章35节到36节，伫遐记载讲，主耶稣看见众人，就动了自心，因为因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耶稣动了自心，因为看见因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这个表明什么？咱的耶稣基督对人类的苦难有疼，对人类的苦难有怜悯，对人类的苦难有责任啦。这也是耶稣基督互咱今仔日的教会上重要的教示。今仔日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咱要做伙来学习耶稣基督对人类的苦难有怜悯，对人类的苦难有疼心，对人类的苦难有责任。特别徛起伫台湾，今仔日的所谓基督徒，咱特别爱晓认同台湾这块土地，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上水的乡土。所以咱对上帝有信，对这块土地有情，
对人民有疼。几年前，伫中华发生一个悲剧，就是一个真残忍的老爸，因为伊的细囝儿仔哭甲袂停，伊落甲等在迄个烧鼎咧，煮面的烧鼎，咱有印象无？害即个儿仔安尼规身躯拢烫伤，紧送去到伫迄个中华基督教病院来急救。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医生、护士，伫即个急诊室一方面安尼尽力要救即个婴仔，一方面是流目屎，讲看到即个囡仔遮可怜啊，规身躯安尼拢烫伤。咱对电视、对报纸、对媒体看到即个情景，我想台湾人逐个嘛，哎哟，遮可怜的囡仔。可惜，即个儿仔离开世间，未赴看见伊生命的成长，就丧失生命。1979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是颁予一个叫做德蕾莎的修女。这个德蕾莎的修女，通讲是20世纪上有耶稣基督疼心的人，因为伊50多年久伫这个印度的加尔各答成立一个仁爱修道院。这个德蕾莎的修女，甲足侪陪伴伊做伙同工的修女，一直伫印度的加尔各答，用耶稣基督的疼心、牺牲的精神，伫照顾、伫服务送乡人的工作。德蕾莎修女甲伊的一遐的陪伴，伊的助手，伫印度的街路上解救足侪送乡遐个强要死去的遐个印度人。因看到遐个受艰苦的印度人，就带因送因到病院来接受治疗。有人得到医治，身体恢复健康，通过因的疼心；有人伫迄个真受安慰、真温暖的中间，来安然离开世间。其中有一个老大人，伊要临终以前，甲即个德蕾莎的修女，甲伊的手甲伊牵下，甲伊讲：我一生生活亲像终生，无人要睬我，无人关心我，无人疼我，总是我即马要亲像一个天使共款来离开世间，因为有人关心我，有人真细致地照顾我。德蕾莎修女一心一意为着送乡人来服务，伊付出真侪疼心，用具体行动来服侍这个送乡人。德蕾莎修女讲一句名言：服侍送乡人就是服侍耶稣基督。服侍送乡人就是服侍耶稣基督，因为遐个送乡困苦、受苦、夭饿的人，是耶稣基督苦难的化身。马太福音书25章记载，耶稣伫末世，伊要再临，带正天使来审判世间万人。伊要将世间人分做绵羊、山羊，要甲世间人分做义人、不义的人。
主耶稣要甲遐个义人，甲遐个绵羊讲：恁真正来承接上帝国的福气，因为我要的是恁捌互我食，我取代的是恁捌互我啉，我出来是恁互我大。遐个义人，遐个绵羊讲：无，耶稣，阮毋捌看到你要互你食。嘛毋捌看到你喙斗互你啉啊！无啊，阮也无看到你。耶稣讲，因为恁行伫至美神一个，就是行伊伫我的心中。咱听至美神一个，就是听伫耶稣的心中。然后要甲遐不义的人，甲遐个山讲，恁入永远的幸福。因为我要的是恁捌互我食，我取代的是恁捌互我啉。遐不义的人啊，抗议呢，耶稣啊，阮当时看到你要无你食，阮当时看到你喙斗无你啉。检察因想讲，若看到耶稣吼，嘿，较紧来带来去台南大饭店去香格里拉，好好甲招待耶稣，好好食一顿，敢毋是？耶稣甲伊讲。因为你无行伫至美神一个，就是无行伊伫我的心中。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伫教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各位兄弟，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这譬如要教示咱来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都看到迄个受伤的犹太人的时阵，心内就动了自心，伸手来帮助这个受伤受苦的人，诚做这个受伤受苦的人的好厝边。咱的厝边无限定是共伫一间教会的兄弟。咱的厝边嘛无限定伫同一个宗教信仰的兄弟，咱的厝边嘛无限定是讲咱所听的人、咱所捌的人，咱才做伊的好厝边。咱的厝边无分种族，无分彼此，无分皮肤色地。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拢是咱的厝边。无分男女老幼，无分贫贱富贵，无分阶级，这个人拢就是咱的厝边。1986年，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有举行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捌有的自身的运动。这个运动，甲伊称作讲手牵手搬过美国的自身的运动。咱会记得，咱台湾若捌举行类似即摆啊，手牵手守护台湾的即款的活动。这个手牵手搬过美国的自身的运动的发起，就是因为美国人因看到。一只的船载着粮食去帮助这个非洲的伊索比亚，遐个济夭饿的人。当这美国人看到遐个船一只出去，去咧帮助遐个需要帮助的遐个非洲的伊索比亚的人，因回头倒转来看美国境内有足济。送养的人，咱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的国家，总是美国的境内，照估计有1000万到2000万的人经常无物件通食，有250万的人无厝通住。所以你若去美国去观光。去看到迄州政府的门口，拢有足侪石椅，
拢足侪石意。请你倒会记得吼，迄拢是流浪汉。多谢，落来。美国足侪流浪汉，因困伫地，困伫迄州政府的门口遐个石椅啦。遐石椅拢遐个流浪汉占掉的，因暗时咧困的所在。1996年，我做台南中会议长，我迄阵有带2-3个中委去访问即个美国 DCC、DOC 的姊妹教会，中间因有安排阮。去到伫一间教会，即间教会一礼拜开放2摆，中昼，互流浪汉来因教会食饭。教会准备足侪物件，即个流浪汉爱过600个人安尼排队入来教会摕物件。我做人客就捧菜互因，较菜互因，因摕一个盘。较菜互因，因足欢喜去食，食饱要转去，阁有足侪面包，互因摕转去，自由摕，因为下暗要食啥，可能就食遐面包。所以，即个手牵手搬过美国祖先的运动，就是发起讲，咱一个人。献10箍美金、20箍美金、30箍美金，甲伊接起来，来帮助家己美国境内遐个侪送乡遥乐的同胞。这个运动有一个主题歌，嘛叫做“手牵手搬过美国祖先运动”。歌词安尼写，看。咱拢是兄弟姊妹，咱一定爱三亲三疼。看迄个人是我的兄弟，迄个人是我的厝边。当伊欢喜的时，我也欢喜；当伊忧伤的时，我也忧伤流目屎；当伊需要我的时，我伫伊的身躯边，愿咱手牵手搬过即个上帝所予咱意爱的乡土，因为团结会予咱坚强，分裂会予咱拄着失败灭亡。愿咱彼此相疼，团结合一。刘兄弟，毋茫通过上帝话激励咱，做伙来学习。即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迄个受伤的犹太人的时阵，就动了自心，毋茫咱通过上帝话，做伙来学习，咱的耶稣基督对人类的苦难有怜悯的心。对人类的苦难有疼心，对人类的苦难有责任。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遮尔宝贵的时间，互阮安静坐伫主你的脚下来听你的话。恳求上帝灵启示阮，叫醒阮，互阮做伙来学习即个撒玛利亚人。对迄个受伤的犹太人，看见伊的惨境，就动了自心。互阮犹原通学习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人类的苦难有疼心，对人类的苦难有怜悯，对人类的苦难有责任。互阮伫一生的中间，真正做一个疼上帝。疼厝边亲像家己的人，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圣诗379首，请起立吟全首。咱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我
大家来奉献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一件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是来补充报告。感谢平安。今仔日的以诺小组和以斯帖小组会到岁末聚餐吼，伫艺人馆吼。请兄弟咱老婆，若是小组做完枪的老婆吼。第二项就是咱看的第4点吼，就是12月21号吼，咱是联合圣诞市集的事工吼。伫迄天吼，这是全教会性的吼，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参与即个活动吼。嘛，互人知影，咱伫遮已经有几档，咱伫遮几档啊？4档敢有？有吼。互知影咱有一间教会伫遮，亲像咱的郭弟兄多明训吼，伊伫前阵你来偌久啊？郭弟兄你来偌久啊？1年吼，当伊咧无平安的时阵，人嘛会晓找教会来甲咱教会，所以伊顶礼拜来受洗吼，所以咱来互知影，咱遮大桥教会有一间大桥教会吼。所以请兄弟，咱会当伫迄天踊跃来参加。迄天咱嘛有卖物件，嘛有 DIY， 请兄弟会当出来，把即项的事工诚做咱足重要的任务吼。来，咱搁一点就是咱有一个今仔有一个新的弟兄哦，而且日本人呢。你会讲台语吗？国华语啊？哦，真的哦。感谢。伊名叫冈田吼，冈田真一，冈田真一吼，我想要，你住伫倒位啊？你伫台，吼，敢会当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平安。哦，萨卡，大阪嘛吼。第一届，嘿。白会议，对对。敢会当请教？你目前是住伫台南吗？你目前是住伫台南吗？无，你今仔日是哦，哦。教会，感谢主，感谢。安尼，阮今仔嘛足有上帝安排你来阮遮做礼拜吼，诚欢喜，嘿嘿。安尼，无张你会当来就会头做伙去。对，嘿，吼。安尼我报告到遮，这是咱来新任上营师，任师山请牧师来接得。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神魂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愿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救赎的功劳，天父上帝永袂改变的慈爱，圣神的扶持、感动、引带甲祝福。甲恁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得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绿岛避会。